讲到最近少连续发生火灾，伫这火灾现场抢救的消防人员，因的权益搁再受到大家关心。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，这消防员目前逐个月加班费上济只有17000块尔尔，因是希望讲这加班费的上济是莫甲因打动，而且超过时间的部分会当用加班费或者是补休假来甲因补，毋是用记功劳的嘉奖来做代替。 3月份，桃园的物流中心、仓库，搁有台北的大学小连续发生火灾，负责救灾的消防人员权益搁再受到关注。因应大法官释字785号解释，消防署拟定工时试办计划，但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，计划内底要是无废除加班时数换加奖的无合理规定，嘛要求废除警消加班费每个月17000的上限。如果说达到上限的话，它的时数是会被保留起来，你可以选择你是要换成嘉奖。 或者是说，换成补休，但它这个补休会跟年度特休相冲突，所以其实你也休不到所谓的补休，所以它最终它有可能就是2年到了它就消失，或者是说你愿意把它换成嘉奖。行政奖励的部分，它是保训会好，他去征询那个机关的意见来定定。好，那我们人事总处是尊重。协会表示，目前消防人员每个月的工时上悬可能到480点钟，按照目前消防署的规划，要是可能超过300点钟。协会肯定新的方案有降低工时，但是要求每个月工时包含加班，莫超过236点钟。综合加班费的问题，应要求消防署回应。也已经正式的要求各县市在他们辖内这几个分队，实际上从3月开始都已经在试办。每2个月我们都会来做一个滚动的检讨，人力的一个消防充实的一个方案。 基本上来讲，我们在112年呢，一定可以达标。面对协会甲记者的提问，消防署并无正面回应协会对工时上限、甲加班时数换加奖的疑问，敢若表示会继续观察成效来修正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